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9月7日迦南之声，我是尤破牧师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智慧言语使人息怒。我们要读的进度调整为撒母耳记下14章，从第1节看到24节。首先我们要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：温和的回答平息怒气，粗暴的言语激起愤怒，明智人开口引发智慧，愚昧人发言都是废话。箴言15章的第1到第2节，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，他只向上帝求一件事，就是一颗智慧的心。如果你去看列王纪上3章16到28节，有记载这件事情。智慧的心原文的意思是一颗听从的心，那是一种愿意顺服上帝他的命令，还有接受他的引导，并且能够了解、查验及判断的心。结果我们看到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，对他说：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所罗门一生留下许多传奇性的故事和经历，都是有关他用智慧行事判断的例子。有一次，所罗门从上帝得到智慧，定夺了2位妓女争执的案件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的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上帝的智慧，能以断案。所罗门王之所以成为智慧人，乃是因为上帝的智慧在他的里面。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，追溯到13章后半段，是从暗嫩玷污押沙龙的妹妹他玛的时候，押沙龙就定义要杀暗嫩押沙龙的仆人就照着押沙龙所吩咐的，向暗嫩来行了暗杀。押沙龙教唆仆人杀死哥哥暗嫩之后，他就逃到了基述那他在大卫面前具有双重的身份。第一个是以儿子来说，他是一个悖逆之子；第二呢，以国民来说，他杀了人，畏罪潜逃，是一个带罪的逃犯。押沙龙逃到基述3年的时间，那大卫虽然想念他，却没有叫他回家，因为罪的问题尚未解决。等到约押用计使他回家以后，有2年之久，大卫还是不让押沙龙来见他的面。大卫如此做，是因为他持守一个原则：罪的问题必须先解决，然后才见面和好。因为上帝的国是在乎公义、和平。上帝的公义要求若得不着满足，其实上帝跟人之间也就无法能够和睦，上帝和人的关系就不能够建立那亲密的关系。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智慧言语的价值。约押在这个故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，是要在大卫与押沙龙的2造之间缔造了和睦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煞费苦心他找来一个聪明的妇人，
并吩咐他怎么讲，让他假扮成一个居上的寡妇，并编造一个香火灭尽的故事来启发大卫王，请他让押沙龙重回自己的身边，而不要让押沙龙长久背着弑兄的罪名，因而不能重返耶路撒冷生活。虚构的这一段的故事，用意在引发大卫的情感，使他召唤押沙龙回家。这个方法我们看果然奏效，于是呢，押沙龙就得以从基述回到耶路撒冷。在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就是聪明的女子在约押的教导和派遣下，计划了一个巧妙的计策，用他的智慧言辞来劝大卫，来说服他，达到了他的目的，使得大卫允许押沙龙能够回他的国家。告诉我们，透过这段经文，智慧的言语可以在各样的情况下带来积极的影响力，帮助我们解决争执和彼此的纷争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来看智慧言语的力量，它产生了力量透过女子运用智慧的言语，向大卫传达这样的一个就是信息，使他能够改变立场。这个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在说智慧的言语的时候，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力，可以改变他人的想法和这样的一个态度。我们需要仔细选择我们的言论，以确保能够忠实的传达我们的意思，并且最重要，你所说的是可以促进和平，而不是制造纷争。我们看到这位妇人，她运用智慧的言语，最终平息了大卫的怒气。妇人的言辞使得大卫他能够思考，也能够消除他内心中的怒气，并且我们看到他采取了他的建议。这表明在冲突与争论的执念当中，我们可以运用智慧的言语，能够平息这个对方的情绪，并且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。我们应该学会倾听对方的观点，以及能够选择适当的话术，以及来建立沟通和理解。最后我们来看只有爱才能够真正带来和睦。妇人她的言语目的是为了要拯救她的儿子，虽然是编造的这个故事，但是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爱带来和睦的力量，爱带来接纳。智慧的言语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冲突，还可以促进爱和彼此关系的成长。通过适当的言语表达，我们能够建立更和谐的环境和人际的关系。约押只是体贴大卫思念儿子的心情要满足他在情感上的需要，但完全忽略了还有公义的要求。但是我们主耶稣因着爱做了中保，用自己的血满足了上帝公义律法的要求，使上帝能够在公义的地位上赦免人的罪，人也能够靠着他的宝血坦然进到上帝的圣宝座前，向上帝敬拜，与上帝有和睦的交通。我们来默想大卫允许押沙龙回家，却没有真正处理彼此的心结，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，所以无法恢复彼此的关系。那这给我们在亲子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提醒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智慧的源头，敬畏你的便是智慧的开端。
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，能够平息怒气，促进和睦。感谢你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言语的力量可以改变冲突的情况，化解彼此之间的冲突。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的心智，使我们在面对争执和纷争的时候，能够运用智慧的言辞，并且能够建立沟通和谐的管道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会倾听对方的观点，选择适当的言辞，建立彼此能够理解和信任。我们恳求你引导我们能够用爱来彼此建立和好的态度，面对紧张的人际关系，让我们的言语都能够彼此造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分享。我是有波牧师，祝福您口出智慧的言语，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